边呢，我们要把这个室温软化的奶油放到锅子里面来。奶油呢，一定要先室温稍微软化一下，可以像牙膏状，然后可以压得下去。把它加进去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把这2个食材呢拌均匀啊，因为今天量比较少哈，所以我们大概用手工来拌就可以了。然后这边要麻烦思涵呢，先帮我把糖粉，那我们先来过筛，好，把它敲出来。那我们把过筛的糖粉可以加进来了，一次加进来。好，粉类加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只要做圆形的律动。好，如果你太像刚刚那样粗鲁的话，那个粉会飞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就是要放蛋黄，好，还有香草豆荚酱，好。那这香草豆荚酱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有一点点香草籽在里面，黑黑的点点。对，这是这几年呢比较流行的食材，然后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那另外呢，这边先请思涵帮我们过筛，这2样都要过筛。低粉跟杏仁粉可以的，可以放一起过也没有关系。哦，是哦，可以放一起过，那我就一起过吧。那观众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蛋黄呢，一定要确实的拌进去油里面，好，不要有点分离这样，哈，这是很重要的。好，来，那我们就可以一次把它加进来。一次哦，我都以为要分次呢。不用，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哈，我们是用蛋黄哈，然后也是用大量的油，它算是一种奶油酥饼的一种，才会酥嘛哈。对，所以它在操作上面很快就会回软。好，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请观众朋友呢，确实哈，就是用像老师现在这样子切拌，然后边转钢盆的方式。在切的时候要注意看啊，老师他不是直直的切，对，我是打斜切，他是打斜切，大概45度角左右。我们不要它打发它，你可以看老师今天都只是拌匀拌匀，非常的容易。好，也不要想得太复杂。老师，外面这种饼干都卖好贵哦，真的？那你买了吗？我当然会买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尝试看看。可是他们就是做的非常的精致，就烘烤的时候那个温度就是很平均，也很漂亮。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每次做的那个底部都会这样，好像没有那么漂亮，然后呢边缘也会很容易比较烤的这样子。今天所有的问题呢，我都要丢给老师。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哈，没有看到粉气了，对，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塑胶袋里面，好，把它一起放进来。好，基本上还是要有均匀，但是不要一大块粉区哈。那我们要先做一下我们饼干成型前的一个基本的形状啊，我们可以先在塑胶袋里面先把它擀开来。那今天的分量呢，老师是用2斤的塑胶袋，好，把它整个擀开来。好，那我们可以设定我们想要的范围，然后我们去擀开来。好，那这样方便它等它成型后，我们只要把塑料袋打开来，然后直接切就可以了，对不对？好，那大概整个就是维持在0.5公分厚度就可以了。好，整个做完你想要的尺寸，好，那老师都还会再做一个小动作，因为我们怎么样就会左右手会有不平均的问题，你看像现在会不会有凹凸？对啊，会这样凹凸凸。对，那我通常都会用我的擀面棍走水平。好，那这样子刚刚力道哇，好优哦，力道不平均的，就可以把它变成平均了。好，那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送到冷冻库去冻印，一片平坦。对，只要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下一个步骤。好，要送进去这个冰箱冷冻之前啊，记得底下一定要帮它加一个平的。是的。好，免得说你等一下那个冰箱里面又有东西呀，对，撞坏。哇，就撞坏了哈。一定要很平的啊，让它有一个支撑。接下来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已经冻印的了。好，然后我们要把它裁开来。那老师通常呢就会用刀片，好，在这个边缘，好，把它 L 型裁开。所以老师都会随时身上带一把刀子、凶器。好，趁它硬硬的时候去操作会比较好操作。哈，OK， 然后看检查一下。好，那因为它这个含油量是比较高的这个酥饼，是，所以相对吃起来是比较酥脆的，比较酥，比较香。然后。所以，请观众朋友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的动作可能就要快一点。那我们今天用一点点高筋面粉来当手粉。
为了我们不沾桌面哈，大家可能在家里面也会弄得满桌都是。那老师教观众朋友比较快速的方法。好，那这块塑胶袋就物尽其用，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好神奇哦！好，那我们就把它移来正中间。好，那裁切就我们想要的尺寸。那观众朋友可以3×6啊，或者是4×7啊，都是做这个酥饼还不错的尺寸，差不多4公分左右。4。那边边的部分呢，哈，7公分。那我们来7公分的话就是7、14。好，把四周围呢都做上记号。对。这样子，你待会切出来的呢，就是非常非常有卖相，非常整齐，一片一片哦，都一模一样。因为一模一样，它最大的优点是你进去烤箱的时候，它熟成的那个程度时间会一样，对，都一样。好，那我们就用滚轮刀把它切开来。好，可以看到老师还是有用点力道哈，就表示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还是很动硬的状态，所以会很方便我们一会儿来操作。哦，所以准备一支这种铁尺哈，倒是真的很方便哈。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放在烤盘上。今天有一个烤盘，有一个小秘密，对，好特别哦。你看这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是网，这是什么？网制的。对啊，它这个是耐烤培的，专门因为饼干跟塔派设计的，它上面是有孔洞的，所以呢，一般我们烤起来的话，饼干底下就不会有那个气孔。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排上来。好。那我还是比较喜欢排成梅花形的样子。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烤箱了。那烤箱要记得先预热哦。对，烤箱要预热。老师现在要来介绍这个葡萄干，或者说我们用蔓越，也有人用蔓越莓干嘛？对。哦，或甚至有人喜欢用，比如在地的食材，像芒果干啦，怎么样来浸泡这个？会非常详细的把非常正确的这个方法泡进去果香里跟大家分享。那这里面呢，哈，我们今天用的是葡萄干的部分，好，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葡萄干都整个膨胀起来，跟我们一般市售的葡萄干不太一样，干干扁扁的不一样，它是晒干的了。好，那我们买回来的这个整袋的葡萄干放在网筛上面，然后用那个单饼锅，好加水，然后煮沸了以后，在水槽上面穿烫的2遍到3遍，你会发现呢，这个葡萄干有一些可能它原本不是沙子啊什么，对，小小的葡萄干，是原本它就已经被压扁烂掉的，它也一并被晒成干了，那它就会反白，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把那些特别颜色不一样的挑掉，把你这个穿烫过的葡萄干在餐巾纸上面，把它晾干，表面上都不要有水分了以后，那就拿一个这个洗干净的器皿，好像这种密封的罐子，然后里面倒了这个兰姆酒，然后再把你的葡萄干放进去。那记得放进去以后，这个兰姆酒一定要淹过你的葡萄干，最好1到2公分，不然3、4天后你可能还要再加酒。哦，对，因为它葡萄干会吸嘛，对，就会膨起来。那这样子大概1个月以后就可以使用。哦，要1个月以后就才可以使用香啊，绝对不要一下看看，忽视了。对，其实我刚刚就已经很想，老师太了解我的心思了。那这边我就边开始来操作我们的内馅，把软化的奶油，好吃哎，对，而且你会觉得 juicy，但是又不会觉得太过，有时候睡前也可以来1颗，应该也还蛮不错。对啊，像我现在都养成了每天吃几颗葡萄干的这个习惯了。那现在这个我们要麻烦思涵帮我们过筛一下，好，配方中的奶粉跟这个糖粉，好，我们要把它过筛。所以呢，只要是做饼干呢，所有的粉类都一定要过筛，对不对？好，这个是基本的这个概念哦。好，一次加进来就可以了。也是一次，对。好，那因为奶粉跟糖粉我们都可以即时的，所以不用太担心。所以我这边我们只要做拌匀的动作，并不需要再去加热。老师，这样子的葡萄干真的很好吃，我可以再吃一个吗？可以。然后，都要被我吃。因为我们今天的饼干是比较小，一口一口的大小，所以我的葡萄干呢泡好的，对，你有把它切碎，对不对？对，我大概把它1开2或1开3。我希望不是把它剁碎哦。不行剁碎。所以你看这样子，一文老师是很细心的哈，每一颗都把它切，每一颗都把它切开这样子。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吃1口
这个饼干的时候，我希望每一口都吃到葡萄干。可是如果你维持它的我们的重量，然后呢一样原本的大颗，可能每一个分布里面就2、3颗，所以你可能就要大口咬才可以同时可以吃到葡萄干。只要拌匀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兰姆酒要先放进来哈。这里的兰姆酒呢，建议观众朋友不要在后面再放进来，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泡过兰姆酒的葡萄干已经有剪开过。如果你把它这边事先放进来，那拌匀了，然后再把这个液态的酒加进来，你就会想要拌很久，那整个这个奶油就会变成有点咖啡色。所以大家要小心哦，我们的那个顺序对非常的重要哦。要先把酒拌进来。好，酒拌进来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又是像奶油状哈，没有分离的状态，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葡萄干好加进来。好，可以看到。感觉好多葡萄干，所以我们待会一口里面就可以吃到好多颗葡萄干。可是老师这么多奶油的话，吃起来如果说没有冰，会不会吃起来会有一点腻？不会，也不会。待会可以试试看。我待会来试试看哦。我们在等这个烤箱的那个饼干出炉的时候，老师呢，我刚刚跟老师说，你强调要用刚刚那个叫做什么？网状的烤培布。对，那种烤培布，到底真的有这样大的不同吗？我一看吓死了，这个差别还真的蛮大哦。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这就一般我们传统像我就是用那种烤盘纸嘛，对，或者是直接铁氟龙的烤盘直接烤的，对，就直接烤了，就会变成这样子。有的比较深，有的比较浅。那你看这个就这么均匀。对，那我们先来示范夹心给观众朋友们看。我们大概每一套呢，大概是夹10克左右。来，请享用。哇，我这么幸运吗？我舍不得吃哎，老师。哇，这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可是我外面好像很少看到在卖这种饼干呢。这个是我跟我老公去北海道旅游的时候，有他们那边道地的一个这个点心，很有名。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奶油酥饼。最主要它是用这个北海道的食材，那我们这边呢就用我们自己方便取得的食材就可以了。哇，我真的要把它吃进去，我不用去北海道啊，在我们这个新上电视台的摄影棚就可以吃到来自北海道的这个甜美滋味。哎呦，不错吧？我好久没有吃奶油，我觉得这个奶油怎么那么好吃啊？对，因为它这是发酵奶油，是来自天堂的奶油，是哦，好。真的好好吃哦！对啊，我上次在材料店教课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没有上到这个课，所以这一次呢，您邀请我来上节目，我想说，跟全球的华人来分享哈，在家里面也非常容易做的一个点心。好好吃哦，这个饼干老师，这种饼干我就觉得说，胖也没关系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烤箱，因为已经闻到香味喽，可是我看颜色好像还没好。那我要做一个掉头的动作。好好吃哦。来看一下烤箱的饼干。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它已经有点这样蓬起来了。好，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没有上色，好，没有够熟透哈。好，那我们再把它放上去烤。好，上下都均匀上色才可以出炉哦。好，自己夹起来了。我很想再塞进去，但是我考虑到这么好吃的饼干，等一下应该跟在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起分享啊，真的是非常好吃。对，超级好吃的。超级好吃啊，老师。真的。那你如果吃过那家名店的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办法再去北海道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做也是可以解馋的。我觉得老师做的一定比那个什么北海道的好吃。为什么？因为我们手工制作嘛。对，而且我们就是现场这样子做我们的食材，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没有特别的什么香料。对，好，那顶多我们刚刚是加了那个香草，对不对？可是我们那个香草也是天然的。那另外呢，你刚刚讲到香草豆荚的时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老师这个罐子里面，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
然后又有一支棒子，有看到了，这边有一支棒子。好，这个棒子呢，就是煮布丁啊，你有用到香草，把籽汁挖出来以后，只剩下这支棒子，不要丢掉。对，把它洗干净，晒干了以后再把它泡进去，一起泡。所以你的酒里面的朗姆酒里面也会充满着这个香草籽的。哇，那就变得非常豪华版。对，所以我们这个是豪华版的。那观众朋友如果说问说，哎，那我每一次一直把葡萄干拿出来用，那我的葡萄干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下一次呢，当然同学在这个处理葡萄干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一定要切记，要新的葡萄干要进去之前，要把里面所有的旧的葡萄干先捞出来。哦，不能说一直埋在最底下。OK， 然后把新的葡萄干，然后先放在这个最底层，然后把旧的葡萄干，我们已经成年的那些再铺在上面，然后一样这样子每一次一直循环用。老师这瓶已经很多年了。是哦，对，所以说老师保持的非常非常的干净，不然的话它会容易长霉。回去我也要泡一罐这个，不用保存在冰箱里了。哦，好特别，好特别。只要把它放在不会太阳直射的地方。那如果说老师说1个月之后可以用，我如果半年都没有用也没关系吗？不会啊，我就已经很多年了。不会说很糊吗？不会。哦，因为我们同时加新的葡萄干进去，我们还会添加酒进去。OK， 我以为说会越泡越烂，但是这个酒呢会越来越甜。因为葡萄干的甜分会释放出来。今天这堂课呢，真的是给我们呢分享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怎么样把你这个基本功要做好。你的葡萄干如果没有好好的把它泡好，其实整个成品的风味就会有差异。你可以看到我们泡过酒的葡萄干不会让我们的食材变色，而且用发酵奶油超好吃啊！真的很想再吃一片。这个可以涂吐司啊。夹面包，老师你不要再说了，这时候我又很想要拿吐司来了，找面包来了。是，好，我们烤箱的那个好像差不多喽。对，可以。哦，有的地方还不够哈。可以了，非常的完美。OK， 烤过了以后呢，还是可以保持这么的漂亮哈完整。然后你会看到那个饼干的侧角都是很直角，对，还好。有看到吗？它就不会想去摊流啦。好，就是经过我们有去静置冷冻库冰了一下以后，我们再来使用。没有静置，第一很软，很难操作。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食材还没有你侬我侬在一起。那热的不能夹，对不对，老师？对，热的不能夹，不能夹，你等一下那个发酵奶油就会融掉了哦。那你会看到饼干。哎，老师什么时候熟了？当然，第一我们用眼睛去判断，哈，是不是均匀上色。第二呢，就是我用手压，哎，可是它还是软的。是的，在热的时候，你的饼干都还会是软的。好，你看它这样就是很软很酥，好，软软的。然后你不用担心，好，等到凉透了，热气散了，它就变酥脆了。那建议观众朋友就可以把它请他在旁边站好，这样就可以。OK， 太好了，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厨娘第一次吃到自己会做饼干的时候，我真的是开心的快要掉眼泪。我觉得怎么可能我会做出外面那种那个饼干？但是今天看到老师的这个分享的做法，其实我又傻眼了。我就觉得说，哇，天哪，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然后我就觉得说，老师今天分享的这一道这个葡萄干的这个浸泡方法，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可以来应用的时候，哇，真的非常开心。现在我都不用跑去那个日本市集买那个一片40块的饼干了，自己做，然后卖40块。自己做。今天非常感谢玉芬老师。